來看全球上權威的翻譯文學獎國際布克獎，在台灣時間今仔透早5點頒獎典禮。台灣作家楊雙子甲翻譯家金玲創作的台灣漫遊錄是摕到上大獎國際布克獎，這嘛是頭一屆有華語的作品得到這個獎，嘛是頭一屆有咱台灣的作家摕到這個大獎。楊雙子佇個致辭的是講，伊講會當來爭做一個台灣人是伊的幸運，會當以台灣作家的身份摕到獎是伊的驕傲。翻譯家金玲是講到，伊會繼續來翻譯台灣的創作，一直到咱故鄉的主權被人看作是笑話。那麼來看公司國際記者佇英國倫敦現場的報道。好，這裡是國際布克獎的現場，剛剛傳來讓全台灣、全亞洲文壇沸騰的消息。楊雙子憑借着《台灣漫遊錄》成功擊敗各國的強敵，勇奪本屆國際布克獎的最高榮耀，也創下台灣文學史上重要的里程碑。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translated from the Mandarin Chinese by Lin Ping. 對最後6強決選出頭天，這是第一個台灣文學的作品得到這個功榮。縱觀台灣文學史，100年來，我們其實不斷地在探問：台灣人想要什麼樣的未來？台灣人想要什麼樣的國家？時至今日，《台灣漫遊錄》也加入了探問這個問題的行列之一。台灣人歷經殖民政權，面臨侵略的威脅，在力量懸殊的強權面前，文學有力量嗎？而我始終相信文學有力量。和國際媒體包圍，楊雙子也講到台灣地緣政治的艱難處境。台灣文學的100年探問，實際上是台灣人100年來對自由與平等的追求。能夠成為一名台灣人，是我的幸運；能夠以台灣作家的身份站在這裡，是我的驕傲。謝謝大家。翻譯者金玲佇致辭時表示，佇2011年洛西亞入侵烏克蘭的時，伊就心肝倆定決定好，未來伊敢若翻譯來自台灣的華文作品。伊毋茫甲更較豐富的台灣聲音傳到全世界，因為台灣毋是濟聲的合唱團，是親像所有的民主國家共款，充滿自我矛盾，而且吵吵鬧鬧。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It's just the kind of metafictional wrapper around it and all of the interesting layers, the translation. I think so many of the books we've chosen have all of these different complexities to them, and Taiwan Travelogue manages to wrap a love story in such an exciting mystery. 咱也訪問2位得獎者和台灣的讀者幾句話。我會說，請相信自己有力量，我們可以走到遠方，只要我們相信就可以了。希望大家能相信，就是台灣的故事不會太小眾。公司國際記者英國倫敦採訪報道。